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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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一姐。我是敏华。敏华，你今天穿的好有活力，好帅气哦，看起来等一下是要去运动哦。不过不知道你平常到底喜欢做什么运动啊？你看我今天一身劲装就知道了，我要去打篮球了。我篮球可厉害的嘞，我可是在球场上打3对3，是非常强的呢。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打篮球喽。说到篮球，你知道篮球怎么说吗？篮球，篮球。那打篮球的地方就是球场了。球场怎么说呢？球场，球场。那么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呢都缺乏运动，其实有空的时候，真的应该要找找朋友一块去打篮球哦。朋友就是朋友了。那如果说要一起去打篮球很好玩，跟朋友一起去打篮球很好玩，要怎么说呢？同朋友共下打籃球真好搞。同朋友共下打籃球真好搞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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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透过镜头要带大家一块运动打篮球，大家一起看我的球技喽！我最喜欢运动了，尤其是篮球，不论是3对3的斗牛赛，还是5打5的全场，都会让我热血沸腾，而且汗流浃背。我现在呢就要去打篮球喽。百位，你到啦？对啊。哎，待会我想跟我的朋友一起打篮球，你要去吗？好啊，我很久没打了。走走走。燕红。这是我的朋友百位，待会一起打篮球。好，都一起来打。就篮球。有空的时候呢，来 Q 丛打球真的是相当的舒压，而且还可以消耗热量哦，真的是相当的健康。看不出来耶，你刚刚还真的在球场上蛮灵活的。我超强的，我投进超多球的，把现场的人都吓坏了。我相信，赶紧帮大家来复习一下。今天呢，教给大家用得到的球场上客家话。篮球怎么说呢？篮球，篮球。那如果说是打篮球的球场，球场怎么说呢？球场，球场。那如果说要跟朋友一起打篮球，朋友要怎么讲呢？朋友，朋友。那如果说是要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很好玩，要怎么讲呢？同朋友共下打篮球真好搞。同朋友共下打篮球真好搞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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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带大家运动打篮球，我们下次见喽！运动去喽，拜拜。